大权能者的上帝啊！恁着将荣光、气力归乎耶和华，归乎耶和华，将耶和华的名所应该得到的荣光归乎伊，用圣洁的砖塔敬拜耶和华。耶和华的声伫水面，荣光伫上帝起雷。耶和华伫最最水的顶头，耶和华的声音有大气力，耶和华的声满满威严，耶和华的声拍击百姓唱，耶和华拍喙黎巴嫩的百姓唱，伊互伊着跳亲像牛啊，互黎巴嫩的甲西连着跳亲像野牛的囝。耶和华的声，互火焰奔驰；耶和华的声，震动旷野；耶和华震动加迪斯的旷野；耶和华的声，互罗母惊着生囝；也互树拿的树叶落光光；见那伫殿内的，拢讲荣光。大水泛滥的时，耶和华坐伫做王；耶和华坐伫做王，直到永远。耶和华要赏赐气力，予伊的百姓；耶和华要用兵争束缚伊的百姓。撒迦来吟圣诗，圣诗伫182首。我信全能上帝。请起立吟全首。我全能上帝，永远做我的陪，恁爱应当万兵交战，公义的天耶。我信耶稣。相能做哦，定是伊个恩心做者，忍耐袂通切多。我信真理的心，光临甘过万年，爱你故事我的听，予我知着。心是上帝，当天的心，当心当心，尊荣光无天。请大家有缘听到，做伙来研读书读圣经，个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朝比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，落阴府，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，伊要伫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们，请坐。撒迦来启应，启应文第19篇，暂时嘛是诗篇84篇，伫圣诗后面1033页。1033页，我来起，请兄姐来引。
万军的统帅上主啊！我乱无上主的殿院到尾分去。万军的统帅上主，我的王，我的上帝啊！赤鸟啊，伫伫祭坛边做收。徛起伫你殿院的人真有福气，对你得到快乐的人真有福气。因经过家道山谷，拢变做泉源。因哪行哪有力。万军的统帅上主啊，求你听我的祈祷。保护阮的上帝啊，求你眷顾。伫你的殿院点一日，我宁可伫我上帝的厝过门。因为主上帝是日头，是灯牌，伊予咱恩惠甲阳光。万军的统帅上主啊，信靠你的人真有福气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。这段时间，你借着疫情，予全世界的人类再次反省的机会，再次警醒的机会，阮感谢你。经过过去这段时间疫情，你想赐予台湾这个岛屿平安，得到真好的控制，予阮今仔日有福气、有恩典，来甲圣殿。再次来敬拜阿罗你，我们将这一切荣光归予你。感谢你通过圣经清清楚楚的教示阮着认捌上帝，就得到平安。福气也要临到阮。那我靠主你的人，拢是有福气的。听人祈祷的主啊，你所竞选，互伊亲近你，这人就是有福气。感谢恩典的上帝，小使阮这份有平安甲福气临到阮大家当中。伫恢复实体礼拜开始的时阵，愿主更新阮众兄弟的心思意念，更较渴慕你，互阮存谦卑的心，伫主你的面前领受圣洁的感动甲基督的教示，也互阮决意伫生活当中。伫工课当中，顺着基督的心做心，听上帝，听家庭大小，听厝边，听需要的人，及时为主做紧，带人归主。主啊，伫这个疫情的新生活当中，我们特别将阮的国家、社会交托给你，愿你宽顾赐福，互阮为着疫情在。服务的团队有智慧、有听心来祈祷，互人民会通真正生活的安全，经济有法度恢复，互大家人每一人忙的环境当中来过生活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大家来看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新约以弗所人书。第4章14节到32节，伫国语和合本圣经第272页，台语汉语本圣经第222页、221页。我来读。
所以外公伊，搁伫主证明伊，恁的所行毋通搁亲像外邦人所行，因的心智空空，因的心思黑暗，过长伫上帝的话命，是对因毋知影，因的心公义。既然丧失良心，就放纵家己伫社品，对贪来惊大样的污秽。若是恁学习基督，毋是安尼。恁若果然听见伊，搁伫伊受教示，照伫耶稣所有的真实，就是论甲进前的惊诈。恁褪去旧的人，就是照引诱人的私欲在败坏的。搁恁心神换新，像迄个新的人，就是照上帝用真理的义甲性来创造的。所以，着拄去白贼，逐人甲伊厝边讲真实，因为咱三同做体，恁受气，就毋通犯罪，有急受气，毋通斗日落，也毋通互魔鬼有芳通入，头提的无得过头提，宁可着我亲手做好的工，才有通分予欠缺的人。恁的喙拢毋通讲出难三的话，独着讲好话，照及时的欠缺来造就伊，互听的人得到恩典，也无得互上帝的圣神忧闷，就是所捌用来吸引恁。到伫赎回的日，一切的苦毒、怨恨、受气、宣扬、诽谤，以及一切的恶毒，拢着对恁中间除去，搁着用仁慈三款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大家三赦免，亲像上帝伫基督捌赦免恁一样以上。咱即时来请牧师来正道题目，伫细微的声音甲接触中，咱做伙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伫你的怜悯、恩典、甲疼痛下面，我有搁一摆的机会。甲正兄弟姊妹会当相甲组织，来做信徒的相通。总是主恳求你的神帮助阮，互阮礼拜内底彼此的相通是定根伫上帝的话。所以求主你拍开阮的心门，来听你通过你的路卜所要一者来讲明的。望你所赏赐的，来成做阮生命的开力，阮头前的亮光。祝阮将以下分享的整个过程仰望伫你。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毋知影咱讲对记的吼，咱洗礼的时，咱受洗的时。身躯顶所穿的迄束衫，恁讲得会记的？恁受洗的时，身躯顶所穿的迄束衫，讲得会记的？都会记的嘛？吼，用日子较近的会记的。啊，恁当时穿的衫是新的还是旧的？是新的还是旧的？有的讲旧的，有的讲新的。好不要紧，不管如何，牧师相信
咱洗礼迄一天，咱受洗迄一天所穿的衫，就代表你感觉真符合即个雕刻的一束衫。你感觉你所穿的是符合即个雕塑、即个雕刻，所以你安尼穿。总是对上帝来看，搁较要紧的，毋是咱穿啥物衫，毋是咱的衫，上帝要看的是咱的人。清楚当然重要，清楚当然重要，因为这反映出一个人伊本身的水准，嘛反映出一个人有尊重这个团体无，到尽这个百般，尽一切这个礼数。那安尼，我要讲的是，咱人甲人之间爱有礼貌、有礼数，安尼咱对上帝，即这个灵性的部分，就更加重要。所以，一受洗迄一天，我相信上帝看到的是一个人，伊一正人面头前，伊要来决志，成做一个新人。伊决志要将旧的人脱落来，然后将新的人安怎穿起来，将新的人穿起来。前一站，牧师娘。伊伫遐咧款一堆要回收的衫，吼一堆衫准备要回收。啊，伊款出来遮个衫呢，听好是落迄种大地黑色塑胶落啊，遮大落。啊，总是包起来落起来进前，安尼一沓衫。牧师经过看到遐个衫，哇，充满回忆啊！你安知影？遐个衫充满回忆。是安怎讲充满回忆？因为这个衫就是牧师娘少年的时，伊穿的衫，啊嘛是过去阮出去约会的时穿的衫，啊所以充满回忆。啊不过呢，这个衫一定无适合即马伊倒来穿啊。是安怎？论年纪，论伊现在的身份，真正有的衫。无搁符合现在的伊，所以后来当阮若出去踅街，经过你卖衫的店的时，牧师娘拢会甲我讲：我要你去看卖啊！各位兄弟，当你的妇人人讲要你去看卖啊的时，你就知影讲你爱做备万心，因绝对毋是看卖啊尔。着啊，因真正看卖啊了后，嘛摕出来，互我看卖啊。甲我问讲，牧师，啊，即领衫有适合做礼拜的时阵穿无？雕工甲我叫牧师，牧师，啊，即领衫有适合牧师娘啊无？不管是穿插咱外在的行为，即外在的表现，其实拢是对咱的心。对咱的态度来发出的，咱安怎款来意识到家己的身份，安怎来认同咱的身份，咱就有啥物款的表现。咱的言行举止，咱的待人处事是安怎，拢是对咱的心、咱的态度、咱的自我意识，着即个身份来决定。你感觉家己是一个啥物款的身份，你就有啥物款的表现。保罗伊写批，互以弗所的即个信徒，甲因劝勉讲：恁毋通都亲像外邦人安尼生活，请恁毋通都亲像外邦人安尼生活。总是有一件代志，咱爱先来了解，啥物是外邦人？啥物是外邦人？啊，其实外邦人真简单啊，外邦人就是安那。外国人啊，外邦人就是外国人啊。总是我要讲的是，这张批信，这份批信，保罗并毋是对犹太人讲的。保罗的每一份的这个批信，无一定拢会处理犹太人甲外邦人冲突的问题，无一定。所以，以弗所这个批信内底，
即个保罗伊所面对的是一群的外邦人，尤其是外国人，一群住伫以弗所的即个信徒。所以，即个批信，咱样看去一件代志，一个犹太人对一群外国人讲：你毋通得亲像外国人安尼生活，亲像外国的宣教师来咱台湾，甲咱讲：请你毋通得亲像台湾人安尼生活。啊，去到日本，甲日本人讲：请你毋通得亲像日本人安尼生活。真奇怪哦！是安那保罗要讲这个代志？原来对保罗来看，伫保罗来讲，伊的即个国度观啊，国度观，伊讲即个国度观内底，上帝救恩、上帝国，毋那是限伫犹太人家己会当享受尔。主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所牺牲、所换来即个救恩，是互见那信的人，就要成做上帝国的子民，成做上帝国的一份子。所以不管你是啥物款的族群，你是富裕，你是善车，你的身份地位是悬也是低，你只要信，你只要信耶稣是你的救主，上帝是你的天父，人人拢会当成做教会，主耶稣基督的肢体，上帝国的一份子。阿门。所以保罗伊直接讲的意思是啥？伊讲你毋通得亲像外邦人安尼生活。其实反过来讲，保罗的意思是啥？请恁按照上帝国的子民安尼的身份落去生活。安尼讲听有？好，恁挂喙暗，我真正看无恁有回答无？有阿门无？咱爱照上帝国子民安尼的身份来生活。牧师本身是第5代的基督徒，自细汉就是教会生活大汉，儿童主日学、少年团契、青年团契到社青团契，牧师毋捌离开过教会，所以印象真清楚，嘛真深刻。牧师国小的时，常常是好去人创治，创治讲听有？捉弄啦吼，互人创治。常常甲我创治的人吼，拢会一下甲我踢球，甲我讲，哈哈哈，陈根志好笨哦，这样子也会被骗，这样子也会被拐。因拢安尼甲我创治，安尼甲我踢球。总是当因只要讲我好笨，我怎样的时阵，我嘛咧想讲，奇怪。恁的头壳开拢会缀一寡弯弯翘翘的物件，安那当拐，安那当徛，安那当骗，我拢想袂到呢。这是我细汉所主日学所学到的安怎？无共啊。真细汉我是主日学学到就是安怎？你爱诚实，你爱听读，你爱良善，你爱分享，你爱去了解等等遮的对圣经遮来的即个教示。所以我细汉时阵，主日学的生活甲校的生活其实有真大的冲突。今仔日转来自咱的批信内底，保罗伊真做一个犹太人，伊面对即群外邦人，就是安尼的感受。一个犹太人囡仔的养成是安那？自细汉就读摩西五经啊，律法诫命就是安尼的教示啊。伊四周围生活的环境，大拢是照圣经的教示安尼的生活。总是保罗伊真清楚，即群以弗所人因的生活敢是安尼？因的生活的过程敢是安尼？成长过程敢是安尼？毋是安尼。所以保罗伊通过批信，但以弗所人所讲的，恁毋通的代志，恁毋通做的代志，其实对以弗所的人来讲是安那？这真平常、真自然的代志啊！有啥物通好毋通的？你毋通上空上芳，安尼做歹代志，毋通白贼，毋通偷窃，毋通讲歹话，当伤害，毋通常常受气到犯罪，等等遮的代志。保罗所讲的遮的毋通，用华语讲，这以弗所的日常啊。
伊有所平常时的生活所充满，就是遮个代志啊。头久啊，我有讲到我国小的这个经验，我互人创治，互人踢笑，其实我嘛咧想讲一件代志。啊，无恁遮的同学，恁的家庭状况是安怎哈？啊，恁的生活环境是安怎哈？是啊，造成恁安尼头壳内底一寡弯弯翘翘的物件。咱回过头来想，咱常常讲教会是一个大家庭，对无？那安尼教会这个大家庭内底应该有的生活环境，到底是爱生了安那？咱拢知影，主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，咱拢是上帝的肢体，所以咱爱顺服基督的引带。阿门。教会是上帝国，上帝国的大家长就是咱的天父上帝，咱是伊的儿女，所以咱爱敬畏咱的天父。安尼讲阿门。信神上帝是咱信仰的导师，是信神保惠师，引带咱，安尼甲咱调适咱，安尼甲咱调整。信神是咱信仰的老师，要引带咱行这条正诚的道路，所以咱爱顺从这个信心的引带。讲阿门。你看三位一体上帝伫这个教会内底，安尼甲咱守护，安尼甲咱保护，安尼甲咱引带。今仔日，咱会当成做教会的一份子，咱会当听到福音，来认耶稣做咱的基督，做咱的救主。我要讲的是，这完全是恩典。今仔日若无信心的感动，咱听到福音是绝对无感觉。咱听到福音来信，来受洗，成做教会的一份子，成做上帝国的子民，这完全是上帝的恩典甲赏赐。阿门。咱所有的一切，拢是上帝所赐予咱的，咱的都是上帝的，包括咱更新的这个新的生命。然后我要讲的是，今仔日上帝要安怎甲咱操练，要安怎甲咱塑造，对咱每一位信徒拢有绝对的权柄。阿门无？上帝对咱有绝对的权柄。唔知影咱敢有看过即个盆景雕塑的即种艺术作品无？来，咱来看图。咱敢有看过即种盆景雕塑的艺术作品？有看过嘛？对无？啊，总是你去到高洼山顶，还是路里看过，遐自然生长、自然生长的树啊，敢有可能发甲安尼？无可能嘛，无可能生甲安尼嘛，对无？这个盆栽内底的树啊，兼毋是就是人有心落去设计，然后经过雕塑，经过即个修整、调整、修整。伊最后才让生做安尼的形，对无？安尼互人欣赏，互人感觉足水，对无？当即张树啊，会当照人的想法、照人的设计，最后生做安尼的时，人看了就欢喜，但会看最好。其实咱基督徒的生命，就亲像盆栽内底的树啊，相共款。送是甲咱雕的人。上帝，上帝甲咱雕，甲咱塑造，甲咱调整，甲咱修正。总是我要讲的是，咱的生命嘛，甲树仔相共款，成长非常的慢啦。咱无法度用目睭去看，袂当感受、意识到讲，即丛树仔伊有伫成长，咱看袂出来。总是伊就是有伫成长。毋知咱敢有一种经验吼？你感觉目睭金酷酷去看一蕊花吼，伊安尼铁开的过程，敢捌看过？好，安尼可能无输较戆的款。我真正捌用目睭金酷酷去看一蕊花铁开的形，迄是细汉的时，幼稚园，我着一直看迄蕊花要铁开，我目睭着一直上，一直金酷酷安尼看，但是我感觉伊安那。拢无咧叮当，
看到目睭吼有够酸有够花，我想讲啊，起来出门者看一下别个所在，倒回头的时阵，迄蕊花安那？小可开起来呢。害我细汉的时阵，拢想讲内底有蜜精灵来啥货，趁我夜头的时阵，伊安那偷偷开起来。实际上，当我咧看伊，想要看伊开起来的迄个动作的时，我感觉伊无咧叮当，总是伊敢有实际有咧叮当，有伊实际有咧叮当。今仔日信心是咱生命内底会做工，信心是咱生命内底的即个运行，就亲像安尼，咱目睭看袂着，咱意识袂着，咱嘛感受袂着，想象袂到的方式，信心是甲咱调，甲咱塑造，甲咱修正，甲咱调整。咱可能感觉上帝拢无咧动作。总是我要讲的是，上帝敢有伫咱的生命之动作，人可能感觉袂出来，但是上帝有咧做工。总是我要讲的是，咱一定爱照圣经的教示落去生活，爱照圣经的教示落去生活。圣经就是上帝的道，这个道是啥？道就是主耶稣基督。主耶稣基督的款式，就是信心要塑造咱成做新人的这个款式。所以保罗伊一只甲信徒劝勉讲啊，你唔通做这，啊你爱做这，你唔通安怎，你得爱安怎，安尼达因规范，安尼达因规范的时，就亲像要将耶稣基督成做一个模啊，吼，一个模啊，你敢知影啥物回是模啊？唔知人牧师带你去塑胶社出的工厂参观者，你就知影啥物叫做模啊啦吼。迄个模啊，信心就是要照耶稣基督的即个模啊安那，互咱伫即个模啊的空间内底，信心要帮助咱，要甲咱调色，要甲咱塑造，要甲咱修正，互咱愈来愈亲像基督。不过我唔知影咱敢有发现讲。即个唔通安怎，你得爱安怎的即个公式内底，拢是咧讲人甲人之间的往来甲互动。来，咱圣经若是有拍开，咱真少来看哦。这有一个公式哦，这个公式是安那？你不要怎样，你要怎样嘛？你唔通安怎，你爱安怎嘛？这是一个公式，一个公式。吼啊，总是这个公式，咱有发现讲，拢是讲人甲人之间的互动。甲往来，总是有两个唔通，后壁并无加上，你得爱安怎？这两个唔通所针对的是对灵界讲的，第一个唔通是对啥物货讲的？对魔鬼。第二个是啥？信心。第一个讲啥？你唔通互魔鬼安那有空芳。第二个是讲啥？你唔通互上帝信心安那忧伤啦。这两个唔通，拢是对啥？对灵界、对上帝。其他唔通的公式是安那？对人甲人之间。保罗伊伫这个灵性的操练顶悬，伊并无忽略这个灵界这个影响。咱知影讲以弗所这个所在是一个五常的庙，真济都真大间。啊，然后都是一个安那行邪术、交鬼所充满的一个所在。总是我要讲的是，以弗所的信徒敢会走转去拜偶像？袂，因袂走转去拜偶像。啊，那安尼保罗到底是咧强调啥物物件？啊，因讲你唔通互魔鬼安那留空芳，你唔通留空芳互魔鬼啦。保罗到底是咧讲啥？原来保罗是讲，因自过去的生活方式，今仔日受洗咧，成做基督徒了后，但是，若是伫你身躯顶有过去的歹习惯，若是伫你身躯顶有过去遐个无法度对付的软弱，你拢有安怎？拢有机会留空芳，互魔鬼甲你攻击。所以，照咱头我所讲到。照咱头我所讲到，
今仔日咱爱照耶稣基督的即个模啊，互信心伫即个模内底空间，甲咱塑造，甲咱调整，甲咱修正，互咱安那愈来愈亲像基督。注意听哦，即个亲像基督的模啊，即个内底空间是要留互啥？留互圣神的。爱魔鬼咧，魔鬼你敢要留互伊空间？你行空旁的安那，唔通留互魔鬼；你行空旁的唔通留互魔鬼。其实，一圣经内底有一个真典型的例，有一个真典型的例。咱知影讲，照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经文，有讲到保罗讲，既然信受洗礼的人，身躯顶就有上帝安那印记嘛。对无？今仔日咱受洗了后，咱开始团契生活，咱做诶参与伫敬拜诶中间，咱遵守教会制度，咱就有上帝印记伫咱诶外面。这是一个外表诶印记。当咱安尼做，当咱安尼参加诶时，外口诶人安怎看？伊就是认定咱是啥物货？基督徒嘛。伊就是认定咱是基督徒，所以咱看圣经，咱做礼拜，咱参加团契嘛，对无？啊，总是这外表的行为，甲会使代表啥物？头过我有讲到一个圣经内底真典型、真经典的例，就是犹大出卖耶稣。今仔日犹大敢无甲其他的门徒相共款，军队耶稣讹耶稣吗？当耶稣互门徒官兵预备赶鬼讲道的时，犹大敢有这个官兵？犹大相共款有这个文士，伊嘛做这个代志啊。人外表看伊，伊就是耶稣的门徒，伊有这个官兵啊。总是伊最后做啥物代志？出卖耶稣，出卖耶稣，伊牺牲耶稣。虽然伊做这做迄，伊会向迄。总是伊最后也是决定出卖耶稣，因为检查伊过去歹习惯就是安那贪财、爱钱、计算个人的利益，也是讲有牺牲别人安尼歹习惯。至到讲伊虽然军队耶稣，伊也会向预备赶鬼，伊会向讲道，总是伊最后安那，伊出卖伊的老师耶稣基督。一个受洗礼的人，一个受洗礼的人，要开始军队主耶稣基督、学基督的人，就亲像一台旧的船，伊的船壳为着要有新的出航，来款互清气，来款互清气。来，咱来看这张图，这台船的船壳敢有清气？拢真清气嘛，啊，敢有垃圾？无嘛。无垃圾啊嘛，真清气对无？一个受洗礼要开始军队耶稣的人，就亲像一台船的船壳安那，去互清甲遮清气。总是当一台船出航一段时间了后，就开始有一寡啥物物件冒起哩。这物件算讲是海产的一类啦，检查恁是海产店捌食过，吼，华语或者藤壶啦。一种海内底的生物啦，当船出航一段时间了后，这物件拢会安那竖伫即个个船的壳的外面。总是我要讲的是，这物件看起来那学无啥对无？总是实际上伊会互船造成即个损失，伊会互船造成损失是安那？因为当愈来愈侪即种物件的时阵，船的安那速度会安那愈来愈慢，船的速度会愈来愈慢，向前的速度变慢了，人为着要互船的速度变紧，这台油就变啊，这台船就安那变啊，即食油，好变啊，即食油。我毋知咱到赛过的车愈赛愈老的时阵，食油就愈食愈重，敢呢？有安尼经验，相共款嘛。为着要互船驶紧，啊，结果就愈来愈食油。啊，不只是安尼，
当这个物件你无搭清乌清气的时阵，这台船外口的这个漆就会安那，就会开始落。当金属长期泡伫海水内底的时阵，金属会安那，会生鏽啊。啊，当金属会生鏽的时阵，这个船体敢会涉水，到最后敢会沉船，下嘛会沉船嘛。一个基督徒，一些信仰的路程，你若是无想要跋倒，无想要失败，你爱亲像即个船体相共款，常常保养，常常清理好清气，常常清理好清气。你爱将遐个会阻挡家己向前，会拖慢家己的速度，会浪费家己时间、浪费家己气力，会互家己跋倒的这个代志，拢甲清学清气，咱甲清学清气。我要讲的是，这个物件要清学清气，不只是咱的歹习惯，也是咱的软弱，甚至是咱是教会内底所做的这个事工。咱不免做事工的时阵有心就讲，不免嘛会骄傲。总是这个代志安那，你相共款爱甲清学清气，清学清气。保罗讲安那，袂记你背后的，爱安那努力向头前的所插的标安那来跑走。意思就是讲，互你欢喜的，互你忧伤的，互你有心就感的，互你感觉失败的，这物件拢总安那，拢爱清好掉，拢爱清好掉。所以咱毋通互魔鬼有空间，含勘芳都毋通留魔鬼。咱嘛毋通互上帝的信心来忧伤。咱反正爱常常通过读经、祈祷、灵修，互家己的灵命保持一精英甲明醒。咱通互信心是逐时阵，才有基督的模啊，来甲咱塑造、甲咱调整、甲咱修正，互咱的灵命会当愈来愈亲像基督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求你怜悯阮。自阮受洗了后，自阮伫你的面头前决志要成做新人了后，阮有缘伫生活中间常常得罪你，有时也是会来跋倒。主上帝，你永远迄个歹临到伫阮，甲阮试探，亲像你永远魔鬼撒旦去试探约伯相共款。主啊，恳求你怜悯阮，收拾阮亏力。虽然你会通过安尼来甲阮操练，来甲阮试炼。总是阮需要你的气力，阮需要赢过。我要改变阮家己的歹习惯，我要较赢着阮的软弱。我毋望阮的性命会当愈来愈亲像基督，常常荣耀主上帝你的名。主啊，过去阮所得罪你的、跋倒的、无符合你旨意的，求你怜悯。总是求主上帝对今仔日开始。遐个物件你无搁纪念，对今仔日开始，阮阁是一个新的人。求主，互阮有一个新的开始，新的出航，互阮有新的性命，甲你有新的关系。愿主上帝照你的神安尼来甲阮引带，愿安尼向你祈祷恳求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咱接续要来举行即届的圣礼典，也就是圣餐式，总是方法较无共款，我想我一定伫周报内底，也是赖群组顶悬有来说明。
所以这点，咱就来进行今仔日这个特殊处境内底的这个圣礼典。咱掀开咱的圣诗，圣诗177首，圣诗177首，这是重生出发的日子。咱来吟第1、第2、第3节，3节的歌词就好。请咱起立来吟3节。这是重生出发的日子，是咱回想向前的事，相信行他的大来一滴。请坐。请咱换这个 PPT。每一届的这个圣餐礼，牧师拢会先来读一段的经文，牧师拢会来读一段经文。读这段经文的意思，是要来呼召人注目专心伫这个圣礼。然后牧师倒会来读一段的礼文，来读一段礼文，是关于这个圣餐的这个典故。我相信咱一定听真侪解。这个圣餐的典故，就是主耶稣基督教导咱的，得照保罗先师所传承予咱的。接续牧师就照耶稣基督的款式，而耶稣的款式是领受饼甲杯进前，咱向上帝来祈祷感谢。过来，咱就进入这个圣餐的重点。耶稣基督的这个圣餐，伊的体甲杯，牧师会来一只前后来讲说明。牧师会来讲这个饼的意义是啥物，会来讲这个杯的意义是啥物。在这个中间，咱的长老嘛会将这个饼甲杯放互咱的信徒来摕来准备领受。不过是圣餐礼内底，主礼的人真重要，总是领受的人本身嘛真重要。所以牧师每一届拢会甲咱呼吁，当咱的信徒你摕到饼、摕到杯了后，你爱来先为着家己来祈祷。有无？会记得无？当你摕到饼甲杯时，你爱为着家己来祈祷。饼甲杯真重要，伊是一种上等米，真重要。做是咱用啥物款的态度甲心志落去领受，嘛真重要。当信神运行伫咱的中间，当咱摕到饼甲杯，
神守护咱信心来祈祷的时，咱就要通过饼甲杯的这个象征，伫信心的相通的下面，咱甲天顶的主耶稣基督有属灵的这个结连。伫迄个时阵，咱要通过饼甲杯来领受基督，来得到真正的这个快乐。今仔日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，咱无实际的这个饼甲杯这个上顶面，咱嘛无实际用肉体落去啉食，总是咱犹原会当通过祈祷，咱是灵性的顶面会当甲天顶的主耶稣基督，是灵性上会当来相结连。所以伫遮有两项的祈祷。有两项的祈祷，就是照咱今仔日的经文所教示的，咱做伙用祈祷来领受信心的相通，帮助咱领受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以及上帝要予咱的听读。第一个祈祷，就是照咱今仔日圣经所教示的，咱求主帮助咱亲像基督，会当为着对真理来的公义甲圣洁来拍破。来奉献家己，只是咱为着这项代志，为着家己来祈祷，请。主耶稣，阮感谢你，呼召竞选阮。当恁甲我呼召的时，你甲阮教是讲，叫阮爱学你，叫阮爱亲像你。总是主耶稣，阮知，是这个灵性改变的过程，阮不只是享受。甲主上帝、主耶稣，你的三结连。其实主耶稣，你是要差遣阮出去，你是要差遣阮为着真理、为着公义、为着听读、为着圣洁，一只来拍破家己，一只来奉献家己。主啊，求你怜悯阮。因为阮知阮离这个目标还阁真远，阮检查要你学基督，学亲像基督的过程。主耶稣求你紧紧改变阮，主耶稣求你赶紧互阮亲像你相共款，受你的差遣，为着福音，为着教会上帝国的事工，阮拍算要来拍破家己，阮拍算要来奉献家己。互你使用，求主你听阮安尼祈祷，阮安尼恳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第二段的祈祷，咱求主伫新的约的中间，修饰咱新的心、新的灵，互咱脱去旧人，来活出基督的形象。咱直接为着安尼代志，来为着家己来祈祷，请。
主上帝，求你怜悯阮，求你会当来体贴阮的心情。虽然阮受洗，虽然阮伫你的面头前誓约来决志，要成做一个新人，总是真济的时阵，阮感觉非常的压榨，因为歹习惯，因为软弱，因为所拄着试探甲引诱，阮常常也为家己的罪来流目屎，阮常常为着家己得罪你的所在来吐气，阮常常面对家己的人命，阮感觉真压榨。阮当然想要有新的心、新的性命来荣耀你，总是阮常常做袂到。主啊，求你怜悯阮。主啊，一你的信心会塑造、调整、更新下面，阮每一天拢有咧成长，阮每一天拢有咧更新。所以求主，你无纪念过去所得罪你的，你看阮今仔日就亲像新人相共款，互阮对今仔日开始，甲你阁有新的关系。对今仔日开始，你的信心都修饰，互阮新的心、新的神进阮内底，互阮早日会当脱去旧人，用新人基督的形象来荣耀你的名。主，恳求你听阮的恳求。照你所应允阮的，安尼来甲阮引带，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咱接续用第4、第5节，咱一个吟，请。因我的主最近抓咱去，向前进，行看作为，这是定心主话的理经，主爱上帝。今仔日的圣礼就到这。奉献，咱请张春燕执事、李正玉执事来书献。
请起立来吟奉献的诗。咱三个来读今仔日的金句，我读一遍，请大家读两遍。伫咱周报程序表的下面，一夫所书第4章30节，也无得互上帝的圣神忧闷，就是所捌用来吸引恁到伫赎回的理例。一夫所书4章30节，请也无得互上帝的圣神忧闷。就是所捌用来吸引恁到伫赎回的日例，以弗所书4章30节，也无伫互上帝的圣神忧闷，就是所捌用来吸引恁到伫赎回的日例，以弗所书4章30节。咱掀开周报的第一页。下周6月初4，曙光服务人员的分配，以及下面这个教育部的课程，主日学聚会时间，咱请家己来注意。掀开周报第2页，咱周间各团契聚会的时间、地点，咱大家请家己来看。第3页，咱顶周就是5月31，咱奉献的明细，签菜若是有错误的，请往办公室来更正。请翻开周报第4页。消息报告：本主日6月份1月中职长老李文贵、执事陈玉芳拜六，陈秋胜礼拜。今日下晡1点，第701会议室召开下半年度形式日实体协调会甲中职会，请中职甲各部会、各团契的负责同工出席参会。而且来请去办公室，甲干事登记咱的便当，来统计这个数量。下主日若是6月14，中午12点半，第701召开关怀部会议，请部员出席参会。下主日中午12点半，第702来召开伫合金审查会，请审查委员出席参会。下主日要来分送2020年下半年度7月到12月的形式日。小会消息：教会因应疫情来渐渐来恢复这礼拜甲聚会，爱注意的第一点，咱3场的实体的礼拜，青年礼拜早场、第2场为昨日就已经开始来恢复。以及甲这个线顶的礼拜来同齐来进行，采取这个实际上的登记制，进入礼拜堂的先刷这个刷卡，若无这个卡的用签名，
若是明白，若是碰进去的，还是失落的吼，去甲办公室讲来甲伊补发。咱坐时阵用这个梅花座，并以这个标示的保持社交的距离，配合这个油情坐到后壁去，并且专程来带这个翠暗。礼拜服侍人员除了圣歌队甲第一场的献诗，拢照原来行事历所有的安排来进行。第二项，主日学社区在业班、教会各团体的聚会嘛，共款恢复正常，但是当中要遵循这防疫的这个措施。第三点，咱爱餐甲这个教会小组暂停，看疫情的进度吼，再来恢复。第四，教会特站这个暂时对外的出租暂停，若有特殊的情形的时阵，行政部来甲小会来反映来开放。第五点，进入咱教会的一楼要确实爱量这个后温，甲这个喷出这个酒精，带喙暗。若是量到温度有这个37.5度的，也是感觉身躯无爽快，哦，请毋好来教会，就等喺厝诶，也是看医生，啊，伫咧厝诶内底看线顶诶这个礼拜。第六点，行政部伫7楼、9楼协助有各班的这个老师来这个教室来消毒，甲擦这个刀啊、甲椅啊，后尾要落实，互这个主日学这个学生学童才来使用。教会消息，具体本会李进忠兄弟、李进义执事的老爸李新发长老蒙主文调，预定6月13拜六上午9点，伫咱桃园殡仪馆中孝厅来举行立念，对事个别礼拜煞接来举行火化，请关心大岛安慰遗族。教界消息，第22届全国中职联谊大会时间伫7月25拜六上午9点，一个台北才来举行，详细伫4楼的公布栏家己来看。其他消息，咱桃园特殊合作社伫这个礼拜后礼拜煞，马上去701来召开合作社理监事会，咱煞接来举行咱6月份的庆生，吼，咱看这个投影片吼，6月份会请到台前来，咱请牧师来主持。
无事你敢要补充无吼？上行圣诗第179首，因光归伫圣父上帝。请给你吟全首，吟诗完请牧师来作导。因光归伫圣父上帝，因光归圣行上帝，因光归圣行上帝，因光归伫圣地，因光上帝，因光主到万世，因光归伫听咱的主，使咱罪过无下处，因光归伫小咱的主，甲主罪往万年久，因光因光主地咱天中水管万年年，晴天赛罪恶临时，各权因光无尽无穷，因光主就有定着，因光上帝，万能的王到万世。咱做来领受上帝的祝福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，以及信心的相通、引带、塑造、调整、甲修正，互阮愈来愈亲像基督，用安尼，互你荣耀的名对即时存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祝歌定甲灭掉了后，请牧师来主持平安礼。
好，咱做起日彼此请安，用拱手的方式哈，拱手的方式大家讲，耶稣听你，愿你平安。